將喺12月21號通車嘅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貫穿九龍東西，全長4.7公里，其中3.9公里係雙程3線行車嘅隧道。繞道一邊嘅出入口係東九龍啟德發展區同九龍灣道路網，另一邊就係西九龍油麻地交匯處。由於而家來往九龍東西嘅主要道路都比較繁忙，甚至有時會出現擠塞。繞道通車之後，將有助車輛避開繁忙道路。而家咧由油麻地去到九龍灣咧，喺繁忙嘅時間咧係需要30分鐘嘅。咁將來我哋開通之後，用咗我哋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咧，其實5分鐘咧就可以穿過啦。而且我哋個隧道係一條主要係隧道啦，咁冇燈嘅話咧，咁我哋嗰個行車時間都係好穩定性好高。咁有別於其他而家現有嘅行車隧道啦，主要咧嗰啲都係穿山或者過海嘅，而我哋咧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咧就係咧穿過成個中九龍嘅鬧市嘅地底，最深嘅話咧，其實係離地面咧係有150米咁深嘅地方。要喺鬧市地底起隧道，工程團隊除咗需要詳細規劃走線，仲要克服唔少挑戰。咁其中喺啟德段，工程團隊興建一條長370米嘅海底隧道時，先臨時填海，再喺開挖同建造工作完成之後，回復原有海床，以減少對海港嘅影響。咁同時要維持九龍城碼頭附近一帶嘅航道。咁中間一段2.8公里嘅隧道貫穿碼頭角至油麻地地底，團隊採取鑽挖爆破方式建造。貫通工程經歷約2400次爆破，建造時需要確保地面同附近約240座樓宇唔受到影響，包括伊利沙伯醫院。我哋每日咧最多咧只係喺特定嘅15分鐘內可以進行我哋呢一個爆破嘅啫，咁就以免影響到佢哋嘅醫療設施日常嘅運作咁樣嘅。咁所以成個過程都係要有好嚴密嘅監測嘅。我哋嘅走線咧中間咧係穿過咧係好多條嘅地鐵線，亦都有交錯嘅地方嘅。我哋嘅隧道啦同埋港鐵嘅隧道嘅結構咧最近嘅距離只係得3米嘅啫。咁我哋喺做呢部分嘅時候咧，我哋將爆破呢個工序咧就轉成一個轉破嘅隧道嘅，咁到時咧就係唔會爆破，就係用一個比較機械式嘅方式去打碎啲石咁樣。工程團隊嘅另一個挑戰係喺油麻地甘肅街地底建造一條400米長嘅隧道，咁走線同而家嘅加士居道天橋重疊。我哋先要將咧原有天橋嘅樁柱咧去拆卸咗先，再起我哋嘅隧道。喺我哋起完我哋隧道咧，就將呢個新嘅一條加士居道天橋，將佢嘅樁柱同我哋嘅結構咧係融為一體，成個就做啦。咁所以個過程係比較複雜，但係過程中都一定要維持住天橋上面嘅交通。由於項目規模龐大，建造過程中路政署積極引入多項創新建造技術，提升工程質量同安全。其中智慧工地管理平台，俾工程人員透過300幾個攝影鏡頭、物聯網監測器、水位監測器等，實時監察工地運作同進度。就好似今年裏邊有幾次嘅黑雨或者係10號風球咧，我哋都利用咗呢個平台去監察地盤嘅實時嘅情況。咁好彩啦，咁我哋都喺呢幾次冇探測到有水浸等等嘅情況，咁係好好證明咗我哋隧道嘅排水系統係非常有效嘅。另外喺建造連接天橋嘅時候，署方引入智能超高車輛檢測系統，利用偵測相機、光學雷達同人工智能技術，及早識別同截停過高嘅車輛，防止呢啲車輛撞到興建中嘅橋樑，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意外。